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明哦。咱来看咧讲疫情境界较大，头一摆是100例以下啦吼，大家心情就讲会当放松，但是防疫的这个行动绝对袂当放松。咱嘛看到讲，这个礼拜甲这个拜六啦吼，咱看到讲人流也是讲车阵拢有来增加，大家哦千万爱守护疫情这个上尾一里路，无咱看到讲疫情会反反复复啦吼，有一波来，搁一波去啦吼，大家若是无守调，就会变做是安尼。另外，咱嘛先来感谢讲美国送咱 Moderna 这个疫苗比原先承诺的75万吨，搁增加175万吨。咱嘛会当看到讲吼，真正咱来非常感谢美国伫咧即回吼，伫咧咱看到讲军机来到台湾了后，搁伫咧因美国国内做真侪种的即个吼，咱讲吼交通也好啦，等等即个部分，互咱遮会当大规模来进行即个注射。因为咱嘛看到讲Moderna疫苗若是入来，咱讲注过即个 AZ 的即个部分吼，有人就讲哇，即个过去啦吼，注射了后时间上死亡的即个84个人啦吼。根据统计是到即个今仔日10点进前啦吼，安尼已经来到84个人。有人就讲哇，是毋是 AZ 无法度注，我就来注即个咱讲的即个Moderna 即个疫苗。但是咱嘛讲吼，该注就当注啦吼。若是讲即个75岁，还是讲85岁以上的即个时大人无要注的话，咱就紧开放着后一批的即个部分。另外，咱嘛来讲到，因为今仔日这个案例啦吼，是75例这个部分，咱过去9天以来，拢是差不多100例这个顶面。今仔日就破100例，咱嘛过去咧讲吼，2.5级这个部分，敢会当来去进行吼。过去咱讲3级吼，大家吼当甲有淡薄仔疲劳啊吼，2.5级遮吼有一寡这个经济当解封啦吼，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但是咱嘛讲到吼，小可这个群组感染。尤其吼，伫咧台北农产运销公司遮啦吼，咱嘛看到讲过去都有确诊的这案例，但是一直拢无去吼进行大规模的快速体检，即阵累一个单已经45个人来确诊啊。咱嘛讲到，这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伊是提供上北市哦，差不多成100万人吼，因为这个菜色也好，等等的这个吼水果啦，拢是靠因。而且咧，若无好好啊来去进行吼，这个甲遮来冻点吼，咱可能会看到讲另外一波的这个感染，尤其吼，咱讲这个菜色自南甲北吼送起来，甲台北遮，安尼搁送去台北市、湘北市这居民来讲啦吼，有人讲吼，这个包装的这个人员，也是讲送货人员，搁来自全台湾各地头的这个人啦吼。但是台北市即阵讲，哇，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你相关的人哦，差不多有4000个人，我就先互因注预防针。伊讲吼，这是伊想到的另外一种新的这个方式啦吼。另外，台北市遮是毋是搁逼出着真济吼？比如讲，树林遮有登记照护机构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群组感染，尤其讲这个负责人听讲啦吼，还是讲谣传伊有安那有这个吼暗看到有人确诊的这个消息，累计到即阵嘛已经来到48人确诊，3个人来死亡啦吼。伊讲无，我6月初8我都已经通报啊吼，是卫生局动作班到底是虾米人咧讲白菜，嘛要好好来进行调查。另外，咱嘛看到讲吼，桃园遮这个国军的这个总病院吼。一人传13个人这个部分啊，咱等下爱好好来讨论伊这个源头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头段嘛讲到，真正感谢美国互咱这支 Moderna 啦吼，250万吨，咱安尼拢总加起来差不多嘛已经485万吨啊啦吼。规个整个咱会当开始搁进行大规模嘛占吼，那真正加上这个 Moderna 注射，咱已经会当吼差不多占咱台湾2300万人的这个差不多21%啦吼，所以真正。哦，是大规模的，会当来去做一寡吼，这个咱讲涵盖率的这个推展。另外，有新的这个负责人，因为这个 Moderna 疫苗来的这个部分有够多，所以有新的负责人嘛会当注会到了哈。大规模，咱讲吼，预防针若是去进行甲吼全体免疫的这部分，咱也差一段这个距离啦。但是咱会当好好来去期待。另外，咱嘛讲到吼，这回预防针虽然有传出到这个死亡的这案例，但是咱一再强调，拢是时间上吼，甲这个预防针到底有关系无关系，其实拢爱在调查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台大流行病学甲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熙。伟明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教授你好。第二位咱要邀请新北市医师公会理事长周庆明。
主持人好，大家好。感谢理事长。第三，咱们邀请台北市张元好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嘛是江和平病院急诊室主任张如泰医师。主持人好，大家晚安。是啦，咱讲到吼，这回疫情会当看到降价100例以下，真正是过去咱的这个 NPI 吼。非这个药物性的这个公共卫生做了真套牢了吼，但是咱讲千万袂当放轻松，尤其若是一个放轻松，咱讲疫情其实像国外呢，一日咱已经看伊落出落去啊，但是一日称冠嘛真紧。先来听指挥中心安怎讲。我们今天的确定的病例本土的案例75例那死亡的个案有20例，现在的确定的病例也是在往下整体的趋势它也是都往下，心情可以放松，但行动还是要维持就把口罩戴好把手消毒好。要求雇主必须做到4大应办事项，包括第一个。同一个工作和生活区域的移工，应该分仓分流使用。第二个，雇主如果是委托仲介公司来协助安排移工宿舍的时候，不同雇主的移工不可以混住在同一楼层。第三，雇主应该每天对移工进行健康监测。第四，雇主应该预为准备1人1室的隔离空间。提供快筛阳性的移工隔离使用。我研判起来还是在印度染疫的可能性相对的比较高，对，在国内在国内的接触者所以相对它还是有相对的一些可能的风险。真正无简单，咱今仔日看到讲吼，今仔新增加案例来到这个75例啦吼，咱过去一礼拜的这个部分拢是100例吼，这个顶面头起行啦吼，过去是这个差不多200外例、400外例、500外例。500、400、300、200、100，降到100以下啦吼嘛，表示咱讲过去咱头段嘛讲到 NPI 非常重要。继续先来请教授甲咱讲啦吼，咱讲吼这个微降级差不多微啊3级变2.5级啦，但是今日指挥官嘛讲吼，伊考虑的战术非常的多嘛，全国爱统一来去做一寡这个解封，无限度这个各县市来去部分解封啊，你安怎看咧？是，我想咱上重要，除了今仔咱看到，咱当然真欢喜，咱的确诊已经第一天降到100以下。是。科学顶悬来讲的时阵，比较更较强的证据就是讲，你若看这张图就是咱连续差不多有17天。是。咱的一个传染2个人，一个传染下一代的人，已经拢比伊较细，就是意思讲伊疫情有受到控制啦。这若阁继续维持者，咱就是表示讲，咱会当降级，来考虑到即个迄个老百姓的即个经济啦。是。目前咱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原来有迄个甲评估过，就是讲咱即马目前的即个上好的状况已经降到差不多小于0.5意思讲即疫情其实全国来讲，3级警戒了全面的努力啦其实伫台湾内底，这是世界真少有安尼有法度安尼伫1个月内底安尼甲降落来变做迄个病例比100较细这未疫情受到控制啦当然，咱即摆有看到即个禽流感染，这个是大家讲者，就是讲为着咱老百姓会当恢复到一寡经济，咱第一个咱的口罩也是要全程戴因为咱的3级甲2级有一个差别，就是讲咱2级出门的时无一定戴口罩，但3级是一定要戴口罩，所以口罩甲即个迄个1.5公尺的社交距离继续维持当然，今仔日你看到这个情景啦，这个情景就是属于你看咧，农产公司伊即摆咧运销的时阵，伊咧大盘、中盘、甲细盘，因这其实来讲就是咱基本，我感觉就是咱讲的社会实际运作人士，因为大家拢爱食嘛，蔬果，食的人咱可能就是爱好好甲伊做一寡检测，是疫苗来当施打，但是即摆因为疫苗施打要一段时间嘛，所以检测介重要，对伊的接触者检测。包括这个参照机构，你看到的这拢是属于高危险群。是。我相信，因为咱将来这个疫苗即摆施打等咧拍嘛，等咧拍还未2礼拜，所以这个参照机构的感染会慢慢会减少。OK。因为咱病院咱预防针嘛，注加第一剂已经差不多超过89%。是。若个第二剂个拍落，所以我感觉讲对疫情来讲是一个足乐观。但是对于这个禽流感染如何会当
预防。啊，今日劳动部换了出来讲，吼，就是包括我头拄仔讲的，这都是属于咱伫情绪感染内底比较来讲的时阵，喙炎甲这个社交距离吼。无多维持，吼啊，这个物件咱若要来维持，就是劳动部今日嘛讲配合检测，吼啊，剩的就是咱其他的行业，吼，咱足重要就是讲，咱来管制人流，是，哦，管制人流了，你每一个场所要开出来，你都要 check 你的环境，吼，通风环境，啊，你的环境消毒，吼，啊，你的这个所有的人流有做到一半无，吼，啊，包括这个 CO2 的这个检测，这足重要，因为你 CO2 吼，那伤悬就是二氧化碳呐。你若伫一个所在伤悬吼，就表示人伤济哈。哦，所以这就是讲吼，将来咱咧市场也好，啊，咧其他的在特别是密闭空间吼，这点介重要，因为你渐渐看到印度株的病毒吼，甲这个美国迄个英国病毒吼，开始在思考伊的传播模式吼，嘛有一寡变化。OK， 好，所以顶顶来讲，我是感觉讲安尼来讲，咱若照顺序来做，吼，啊，咱会当降级，吼，但是咱这小情绪感染，大家毋免惊，吼，用这个检测甲这个疫苗吼，来慢慢啊，甲伊控制掉安尼。是，这个教授你的意思是讲吼，这个小部分的群组感染是无法度避免的，但是咱整体这个 RT 也是讲吼，规个咱讲用 NPI 落去做的，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一个人传袂过另外一个人吼，小可有一寡这个病毒咬伫咧社区，但是安怎甲挡吼，嘛是非常的重要吼。虽然咱嘛讲到吼，这个3级降2级，这个中间可能有一个2.5级吼，这个一半要甲切落长，真歹切啦吼，但是有真侪。无共县市的人，拢会当来去吼，这个县市长也好，拢有一寡这个思考啦吼。高雄市讲吼，差不多咱的这个案例爱降到100以下，另外咱的这个大规模注射等等的。另外，咱看到讲台北市长伊嘛讲啥？伊讲吼可能啦吼，伫咧这个部分，咱会当先来开放到位，毋免甲这个喙炎摕落来这个所在吼，亲像电影院也好。美术馆也好，等等这个部分来去先做解封哈，但是这嘛是有人来烦恼咱的人流安怎去控制。过去咱嘛看讲台北市啦吼，有人咧讲哇，我市场开始吼，这个照身份证号码上尾啊吼是 KI 也是这个吼上诉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这个分流，但是拢看到台北市做上尾啦吼，啊人要做，伊则要对咧做啦吼，所以台北市伫遮有的人来讲台北市的这个吼作为是会当搁较侪咧啦吼，啊未降级吼未降级啦吼，咱继续搁请教周理事长你安怎看咧？新北市的这个案例因是热区内底去找真侪无症头的感染者，虽然因的这个案例拢看起来是差不多哦全国第一名的吼，但是这个找出无症头的人啊，甲咱讲吼这个降级之间有啥物关系无？我是感觉台湾人民这段时间表现的真正是足赞的，铺路啦吼，对5月15号到即马差不多1个月，是，已经会使控制到即马安尼吼。其实甲全世界的国家比起来，即马差不多1个月吼，全世界的国家其实爱控制落来，一般差不多要2个半月以上，才有法度控制甲遐好。是，所以我是感觉阮台湾的人民大家足配合的。所有的人，大家拢足认真呢。是，这个是一个足关键的一个因素。但是爱搁拍拼努力。因为伫迄个2级升3级的时阵，其实伊的条件就是你一礼拜，要有3件以上的社区群聚感染。一天确诊的这种感染源无明的这种 case， 爱10个以下，但是阮即马离这个可能爱个还有一点小一段距离伫咧啦吼。对，大家爱更加拍拼。是。头拄仔讲的这几个这个群聚感染的这个案件吼，其实我是感觉大家真正爱足注意的啦，足注意。其实这个案件其实伫进前已经拢有发生过啊。是。像这个长照机构的这个群聚的感染，其实伫拄仔开始的时阵已经就有啊，是，所以伫即个内面的工作人员，甲内面的大住民，是，其实拢有爱一寡很好的管控，控制较好，应该照你讲，应该无应该去发生啊，是，但是即马佫有即种 case 出来，阮是感觉。真正爱足拍拼。有影，真正爱拍拼吼，尤其咱看到讲，伫咧湘北市也好，
伫咧群组感染这方面吼，长期照护者，咱过去讲有一寡想法是讲，哇，因会当先来去注一寡这个预防针，但是买手咱嘛看到讲吼，预防针甲这个死亡时间上这关联，无一定代表讲吼，咱讲即支是有问题，但是伊时间上就是会去人想讲啊。咱讲背景素质的这个问题嘛是爱考量入去啦吼，所以咱看到讲预防针即阵已经够啊，有的人佫不爱去做，这个时阵咱就紧来开放着后一波啦吼。昨下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250万吨，这个预防针已经来到台湾吼，先来看这个画面。美国官员250万剂莫德纳疫苗，礼拜二20尾暗仔运到台湾。指挥中心表示，会考虑开放予有心的人先做。不过，香港北区有心人做完辉瑞 BNT 疫苗了后，楼梯引起外界质疑，是不是真是安全？富山区医师表示，有心的人染疫了后并发重症、插管甲早产的风险较悬，做完疫苗也是好处较大。台湾妇产科医学会并没有说早期一定不可以打，所以你的生活是高风险的，他们还认为利大于弊。另外，有专家建议，应考虑往下骹开放自然年会，甚至温准疫苗参列组，比如比较德国、法国甲韩国的做法，和第一期做 AG 的少年医护人员，第二期改做莫德纳。目前有部分研究显示，得到的抗体较悬，也避开血压去塌掉的风险。打第一剂疫苗，它发生严重过敏反应，或者是说你发生的不良事件有通报我们的疫苗不良事件的通报系统的话，那我们是建议说，第二剂可以考虑其他厂牌的疫苗混打。另外，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印度变种病毒恐惊会正早一波扩散全球的主要病毒株。专家建议，入境居家检疫14天期满了后，一律采检，对减轻社区防疫压力有帮助。另外，莫德纳是不是开放予有心的人先做？指挥中心上紧这礼拜对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250万吨的这个预防针已经来到这个咱的台湾啦吼，咱看到讲即阵开放吼，这个有心的这个负责人会当来去注射啦吼，这个 mRNA 这个咱讲 Moderna 这个品牌的这个预防针吼，真正若是会当开放吼，对一寡这个负责人，尤其咱看到讲最近真侪确诊的这个案例吼，接生咱过去嘛采访到这个妇产科的这个医师吼，过来请教这个周理事长，为什么吼即阵妇产科医学会吼，即阵为什么遐尔强烈要求讲一定要这个有新的负责人来做这支下咧？好，这张公文吼，就是妇产科医学会因发出来，对 CDC 发出来一个公文，伊就建议这个产妇爱做这个预防针的时阵，以 mRNA 这种疫苗为优先，为优先。啊，伊的理由呢，其实咯，伫这个一般的人吼，得到这个血栓的机会吼，是10万分之10，吼，10万来讲差不多10个。但是孕妇呢，伊的几率是10万分之50。哇！伊本来就比一般的人得到这种血压的机会加5倍，加5倍。而且孕妇的身躯伊内底吼，因身躯内底即个叫 ACE2 的即个 receptor，比一般人加足多。就是讲，若真正病毒来，伊接收的真紧，就会带着病安尼啦。即个 receptor 就是接收即个即个病毒的即个 receptor。所以讲实在，因本身就是一个较危险的即个状况。啊，台湾其实即马少子化，大家对新生的囡仔，啊，甲即个孕妇，大家台湾这是国安危机啦，对这种拢是足重视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伫妇产科医学会，因就感觉这个问题真要紧，因就有发这个公文出来。其实我私下嘛有甲陈时中部长，甲伊反映这个问题。啊，陈时中部长讲，伊知影，伊会来处理这个代志，伊会来处理代志。所以伊这其实因为产妇若真正被感染伊很容易得到一些并发症。并发症就是早产，还有一些叫子痫前症，甚至变成重症，还有死亡。这个时阵对囡仔、对妈妈来讲，拢是一个足大的伤害。所以
所有的囡仔其实拢是阮上重要的宝贝。是，所以阮政府对即个孕妇爱注即个莫德纳即个代志是足重视的。有影。所以我这是其实妇产科医学会，吼，即个学会其实是台湾官方吼，官方啦，唯一一个吼，认可的一个医学会。OK， 因为发出这个声明出来，其实是代表很有权威性的。嘿，有影，咱嘛讲到吼，这个未来啦吼，疫情可能会长期吼，拢像这个流感化安尼啦吼。啊，未来咱嘛讲吼，这个少惊化一直是咱台湾这个国安危机，尤其咱爱保护着这个有心的这个负责人，以外嘛保护后一代啦吼。所以咱看到讲，伫咧医学会进前，咱嘛有讲过吼，这个妇产科家因的这个诉求，即阵。指挥中心嘛有看到啦吼，即阵甲因列做是吼，这个第6类的这个部分啦吼，因会当先来去做啦吼，尤其是这个 Moderna mRNA 这支社，另外这个负责人会当去做以外，咱嘛讲到美国这250万人的这个预防社啦吼，其实会当紧开放吼，互咱的这个预防的这个涵盖率吼，会当来扩大。咱讲吼，这个差不多有21%啦吼。啊，咱嘛比较讲吼，是安那咱的这个解封的这个速度，也是讲这个脚步会当较紧的，是啥物原因？有真侪种原因。个过去咱嘛有讲到，可能是这个医护人员这个注射这个部分啦吼。过去到即阵吼，即阵差不多9成，遮尔啊济啦吼。伫遮避免掉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群组感染。来看到讲确诊的这个人数增加的时阵，因有这个抵抗力。虽然嘛是有这个小块的这个案例吼，是咱看到讲医护人员来确诊，但是整体来讲吼，确诊的这个比例嘛会当来降低啦吼。所以才有一个数字，国内差不多有27000个人吼，已经注过2支射啦吼，啊148万注过1支射，但是拢部长嘛讲吼，即阵差不多6.4%，也无介充足啦吼。日本的这 AZ 预防射124万，自6月15开始啦吼。做完第一剂了后，涵盖率吼嘛差不多1成尔吼。另外7月到8月底，国际的这个涵盖率吼会当来到3成吼。继续请教卢台医师啦吼。咱讲到医护人员会当去做，咱嘛讲到吼，即阵有4大人因为这个死亡吼，做完预防射了后死亡时间上的这个因素，咱讲有一寡这个破腹的这个吼检验了后，讲拢毋是直接和这支预防射有关系啦吼。但是咱嘛知影 Moderna 这支射。咱嘛可能有一寡这个副作用，比 AZ 也好，吼，可能佫较大啦吼。但是嘛是爱鼓励大家去做。啊，有的人就讲我要紧来甲地吼，可能就拖慢。咱讲整体涵盖率，最中心即嘛讲吼，遮头前若有人无爱做的，我就紧来开放着后一波啦，变这个涵盖率，你安怎看咧？其实我是感觉讲，对于老大人也免迄落做强迫的啦吼，因为每个人大部分拢有慢性病的伫个啦吼。啊，慢性病大部分拢是心脏的问题啦，吼，啊，过来就是腰子的问题啦，吼，啊，过另外就是细胞有的人吼，那个少年的时阵食薰啦，吼，就有一种慢性的这个阻塞性的这种气的迄落一寡病啦，吼，所以即寡人你若讲，伊普通是无代志，啊，你也逼伊去做了才出代志，像即摆足侪做了才出代志的即寡老人吼，比囡仔会感觉讲对不起伊啦，所以安尼会使个反过来想啦，比如讲伊迄落咧照顾伊的人吼，啊，伊若轮袂着伊做预防射，但是伊若会当个人的卫生会当注意甲足照的时阵，我家己来讲啦，阮丈人啊92号，是，伊就问我讲，我伫爱做啊免做，我讲看你家己啊，伊讲我也无要出去，我若无要出，你若因为伊拢无法度出去啊 ，OK， 吼，所以伊就伫咧厝的时阵，我讲啊你若拢无出去，你就无需要迄落去做嘛，吼，你要求边仔照顾你的人吼，你等于。来，要入迄个房间的时阵，一定要消毒，是，吼，手爱消毒，啊，衫爱换掉，吼，安尼，保证拢无迄款迄落无问题的时阵吼，才入去看你，也是甲你开讲，是，或者嘛是一种方式啦，吼，所以毋是讲一定要安怎，所以这是我是感觉讲，因为即马要7、80个啊，所以我嘛感觉讲。
就唔甘的啦，因为本来是一个好意伫个，啊变做讲哦，像敢若变做互伊安尼，过顿工就转去安尼哦，迄感觉心内嘛就唔甘。是，所以有一寡吼爱去考量到的吼，有的人可能这个士大人就无要出去啊，但是伊的这个照护的这个人员也好，无论你是厝内底的人，还是讲这个外籍看护啦，虽然外籍看护这个部分，还是讲看护伊本身安怎去注意防下，其实也搁咧讨论吼，但是。本身的这个公共卫生，还是处理这个卫生，一定要做甲真好啦，避免着讲士大人吼，你这个外口病毒早好处理的这个士大人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预防射开放甲打啦吼，差不多咱的这个注射吼，若是讲日本的这个机械注完了，差不多嘛才一成尔啦吼。啊，即阵好你家在有美国这个预防射来，咱先来看这张图啦吼，这是上新的吼，注预防射的这个对象啦吼。咱安尼看起来累积吼，大概是甲这个第6类吼，咱头拄讲到富人人这个部分，差不多排到遮有285万吼。咱等下看另外一张图啦吼。啊，若是讲维持国家吼安全甲社会机能正常运作人，累积到遮有多371.5啦吼。咱讲即阵差不多有485万吨吼，所以差不多甲第7、第8遮，若是讲咱等下看伊这个Moderna，若是渐渐来这个检验。检封了后，咱就会当紧来去做吼，差不多会当做到第7类甲第8类啦吼。咱讲吼，真正若是有士大人，亲像有一寡这个可能的，有这个三高啦吼，这个高血压啊，是讲高血糖等等这，还是讲这个肺癌吼，这个问题人千万就莫来去做吼。暂时评估了后，啊嘛有真侪专家咧建议讲，一寡人啊吼，若是有这个慢性病，你其实会当甲这个药啊地啦吼。早起吼，咱讲吼，这个现场的这个咱注预防射的这个医生来去做一寡这个评估啦吼，继续来去请教来这个秀熙教授啦吼。咱讲真正若是有士大人无愿意做，咱好好甲伊保护起来，但是后一批就要赶紧来做，拼这个咱讲疫苗的这个涵盖率啦吼，有啥物通好建议的无？是我想头拄啊张医师讲的，张主任讲，我是感觉真重要，就是讲哦，其实咱嘛会当安尼想啦，就是讲吼，尤其是较老的这时代吼，有当时啊，咱是毋是迄个照顾的人嘛，会当来提到迄个咱讲的迄第2类嘛，因为第2类伊嘛是一种康复的性质嘛，来甲照顾的人来拍疫苗嘛，哦，敢若头拄啊张主任讲的讲，因为伊个照顾的人啦，本身防疫做了好，士大人当然都安心，对安心嘛，因为伊无出来叮当嘛，吼，所以咱这个。我是感觉咱这疫苗，咱渐渐咧拍的时候，会当滚动式修正者，吼，因为你像伊个康复嘛是足侪拢是，不管是外籍康复哈，还是按本级的康复来讲，伊本来会当列为第2类，啊，这你若照册就会使啊，哦，所以这其实有一寡变化，就免互士大人安尼奔波来安尼吼。啊，第2个我是感觉讲，头拄啊迄个周医师讲，我是足强调这个因素，因为这个美国伫这个 evidence 吼，实证科学来的，对于这 mRNA 拍孕妇的吼，是有实证的。研究吼，证明，因为这证明这证据吼，其实是真强烈的。因为这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些怀孕妇女吼，而且囡仔吼，这是咱国家未来主任弄。所以讲啊，过来就是讲吼，我是感觉安尼啦，就是讲，起码过来咱要开始要拍，就是65岁这阵人，啊，这阵人咧拍的时阵，咱嘛是爱注意，就是伊迄慢性病的人，甲洗肾的这。慢性病这的人吼，你嘛爱注意，他都像张医师讲的吼，这个是要提醒吼。啊，咱咧做的时阵，是毋是当做一寡，先做一寡评估，安尼看嘛讲，有当时啊咧拍这疫苗的时阵，咱是来拼施打力无毋对。毋过咧施打过程中间，因为这长者吼，毕竟来讲，伊的身体状况无法度。我是甲建议讲，咱有一个叫做评估老人的迄个叫做行动独立能力啦。哦，这种分数啦，愈悬的人吼，这种当然拍拢较无问题啦。OK， 所以你看，就是伊毋是倒伫眠床顶的，家己个人去走跳呀。所以你这个拍的时阵吼，你就爱注意。当然，这有一寡已经伫前一类迄个长照已经有拍过啊。OK，但是这65岁以上咧拍的时阵，共款拢有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真注意。啊，无的时阵，咱即马虽然拍了真好会当保护感染，但是呢，因为拍的时阵，佫产生前一波的反打潮的时阵，安尼的疫苗施打率就佫降低去啦吼。所以有一寡咩角爱来去处理啦吼。咱讲
真正若是要拼这个涵盖率吼，咱讲吼，什么是大人，什么年岁这个部分哦，爱来去注意。另外，有的人讲甲年岁其实无什么关系，是甲伊有什么款的这个慢性病较有关系啦吼。所以伫咧进前遐慢性病，你若是控制了无好势，千万就莫去啦吼。啊，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差不多即阵已经来到485万粒这档的这个预防射啦吼。过去咱讲吼，有的人啦吼，看到个 AZ 预防射入来时阵，有人也咧等，也咧看。看讲这支射到底有好啊无好啦，其实咱讲副作用差不多每一支射拢有啦吼，所以迄当阵咱自 AZ 买入来吼，差不多11万档啦吼。另外第二批吼是透过 COVAX， 另外 COVAX 佫伫这个 AZ 的预防射吼41万啦吼，差不多第一批甲第三批遮拢已经注刷，即阵咧注的就是吼，咱看到这个 Moderna 也好，也是日本送来这个124万档啦吼。虽然吼，这个日本有咧思考讲。啊，是安怎会过往遮尔啊侪人吼？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拢是甲这个时间上有关系吼，拢甲这支射无直接的这个吼因素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上大的这个吼保护的这支或者是 Moderna 250万档啦吼。咱嘛看到讲伊这个效期甲10月27啦吼。继续佫请教这个周理事长啦吼，咱讲到。紧开放着后一波，咱头拄有讲到吼，时大人的这个做法，啊要拼这个涵盖率。有的人真正想要去做啦，某人讲是毋是会当开放，我家己去选吼，选择这个部分，我会当选 AZ 也好，我会当选 Moderna 也好，但是这支射，每一支射拢有伊的风险啦，你安怎看咧？我先补充讲者吼，就是阮是大人即马要做这个预防射的时阵吼，其实爱有一寡代志爱小注意者。是。哦，第一项就是讲你最近身体若有无爽快，吼，也是讲你的。有慢性病，但是无介稳定的时阵，你着尽量较莫遐紧咧做。对。等身体较好的时阵才来做。啊，第二个就是即马天气足热的吼，你莫讲透中昼啊足热的时阵去做，吼，其实会互老人吼一寡身体的状况吼变甲足无好的，所以较会出代志。啊，第三个就是上好是去你附近的诊所去做。吼，诊所去做，诊所其实。足近的，足方便的，因为就是伫个厝边尔，吼，所以去的时阵，其实大家长期拢咧互动吼，像阮甲即寡病人吼，其实啊，恁兜几只狗啊啦，恁兜几仔囡仔啦，啊吼，安怎啥物代志，其实阮拢知影，所以伊的身体健康吼，阮嘛上知影。所以你去诊所做的时阵，其实医生会甲你做一个上好的评估，吼，才会甲你做。OK， 所以我是一个建议，就是吼，头拄讲的，做的时阵需要去注意的。啊，当然，这个涵盖率一定是愈悬愈好。是。哦，啊，台湾即马其实进前是这个疫苗无讲介多，吼，所以选择性较无遐悬。吼，啊，你为着进前是 AZ， 啊，即马Moderna较侪拢来啊。哦，啊，以后可能啥物高端嘛拢出来啊。所以你若真正有足侪疫苗。可以互百姓大家来选择，其实我是感觉会使。OK， 吼，大家来选，啊，你选上，你感觉你上好的，你上介意的，你来做。OK， 吼，其实这是先决条件，就是疫苗爱足够的。拢有充足啦吼，就是讲即阵咱头拄嘛讲着吼，差不多这个预防射这个部分吼，一半一半吼，咱讲未来若是讲这个 Moderna。尖峰吼，这个检验了后啦吼，啊开放吼，大家去选吼，这嘛是一个这个选项伫咧啦吼。对啊，因为进前总统是讲啊，有啥物你就做，吼，迄是因为真正无吼选择无介多，但是即马选择较多的时阵吼，其实会使互想要做的人，你选择啥物做啥物预防射，这真正是足好的代志。OK， 会当互大家去选择，但是咱一直咧讲着。每一支射拢有每一支射吼，伊针对的这个族群吼，大家这个功课都要做较充足的吼。继续佫请教这个吼张医师啦吼，咱若讲吼，这个未来有3种射会当去选，咱即阵买到的吼，这个 AZ 也好，人送咱的这 Moderna 也好，未来国产疫苗吼，大家去选择的这个时阵，会拄到啥物款的状况，爱先去应用无？其实我是感觉讲吼，每种迄只预防注射吼。伊拢有迄个副作用伫个啦，吼啊，所以即个副作用其实到目前为止，你世界安尼咧注遐侪人，结果是无偌侪人有即款迄个正经的迄个副作用发生嘛。结果是你局部的种，
疼啦，啥迄落也是发烧安尼尔嘛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当然咱若是要去注射的时阵，有个人会讲讲上有效的，但是啥物或者上有效，可能就是可能副作用较大吼，这个不良。就是讲吼，上有效的应该是副作用上少的迄种才上有效啦。哦，副作用，因为每种的这个预防注射来讲，基本上你若有注落，伊主要是要降低你的迄款迄落住院的这个比例嘛，甲严重症的、重症的这个比例，甲死亡的比例嘛。所以来按你以这来想的时阵吼，其实每种其实经迄上无副作用的，迄是上好的，我是安尼感觉啦吼。所以大概我是感觉讲有效无效，我相信已经住遐侪人去啊吼。即摆有4种嘛，这已经住遐侪人去啊。来即摆来讲，应该是拢效果拢袂歹啦吼。所以啊，我是感觉讲，嘛无一定讲爱去竞选讲哦，啥物会较好，啥物会较歹。我是感觉讲，大家紧去做上重要。OK， 紧去做上重要吼。咱讲吼，这一波有人若是有一寡这个考量，有一寡吼这个慢性病吼，一寡这个部分，咱会当先卖做就卖做，但是真正若是该轮到你的时阵，未来啦吼，虽然还未开放到真侪Moderna来去做，即阵用 AZ 的会当来去做的就先做啦吼。啊，另外等到Moderna若是入来的时阵吼，开放检验了后会当做的，嘛是赶紧来去做一寡这个注文啦吼。另外咱嘛讲吼，即阵会当来去做的，也佫有啥咧？也佫有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啦吼，因为快速体检吼做了较慢，所以即阵逼出着差不多吼有这个45个人一人确诊。即阵台北市长郭文哲讲，伊的这个做法是互这个4000多人吼来快速体检的人吼，就先互你注射啦吼。但是嘛引发着讲，哇，有一寡这个讨论吼，讨论啥先做来看。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爆发群组感染，目前有20个员工、18个承销商加7个派遣工确诊，总共45人染疫。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带快筛队到第一个菜市场张看快筛动线。刚刚看起来，他们原来想的那个位置是不行的。那旁边现在去找旁边的那个活动中心以及国小，那活动中心室内的其实不太适合，所以我们快筛站的部分，我们会优先把用拉车的方式。到市目前制定2项策略来鼓励可能的确诊者，首先针对批下阴性员工分配做疫苗。北农总共有582个员工，目前有450个 PCR 阴性，其中218个21先做疫苗，其他会伫23进前做完。另外，也公布体检，互还未体检的人员做快筛，各动用中央加分配互台北市加出10%疫苗，互北农员工、承销商加派遣工差不多将近4300人来做疫苗。包括承销人，他可能的托工或是他密切的接触者，或是他一起工作的啦。那这个我们有造册4300左右。因为北农是大台北地区蔬果提供的批发市场，所以未停业。即嘛是附近的打商确诊，台北市会采取精准疫调，一站一站来鼓励，只要批下阴性就去做疫苗。第二个菜市场鼓励113名接触者，伊透早也用防疫专车载到中型病院快筛。记者综合报道。是当然，咱讲到吼注意防射吼，当然吼是会当。大家较放心，但是伊毕竟嘛毋是万灵丹吼。咱讲吼，这个快速体检的时间已经慢去啊，买手用注射这招，可能会当达到效果，但是咱讲吼，进前迄个快速体检也好，抗疫好，真正慢去啊，敢会？是我想这个例子就是咱来讲一下，就是讲吼，咱一直讲这个英国变种病毒株，其实伊就是隐性感染歹处理啊。咱家户因为讲的家户感染嘛是共款嘛吼。啊，伊这就是因为你看，迄农产公司，因为伊可能就是有隐性感染伫遐，所以伊这种隐性感染链吼，小可有一寡零星个案，拢会造成安尼的情绪感染。OK， 所以我今麦要讲这是讲吼，虽然你预防下今麦要做，不过你的隐性感染可能已经有存在一段时间，所以你要紧甲这隐性感染甲找出来，阻断伊吼。啊，当然对这拍疫苗的人来讲的时阵，当然是预防伊去有这
隐性感染的接触，该伊接触的时阵，会当预防伊接触嘛，吼。OK。然后阻断伊传染，这是对的啦，吼。不过即马就是讲，你即马安尼做的时阵，虽然台北市做的，但是是不是新北市嘛爱做，是不是其他？因为咱的农产公司这种，拢是对汤的，这就是咱讲产业链啦，哦，规个产业。所以想到这个例子嘛，是甲你讲，阮无赞成分期解封嘛是安尼啊。OK。因为你县市啊分期解封的时阵，即马就变做讲，你一个2级，一个3级，而且这农产安尼伊就拢给煞，所以这个物件就甲恁讲吼，同岛一命的这些公职的，讲你这整个这个。所以你是不是疫苗的时阵，是不是各管区对这，因为伊这是就是社会基本民生需求嘛。OK。你今日你这人嘛，无可能有农产品，袂互你食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基本需求。所以你是要考虑啦，要考虑全盘大家来考虑。对，这就是咱即摆咧讲的，讲你即摆莫德纳你有够啊 ，A 你有够啊，你即摆开始就慢慢修正第7类，伫第7类甲。我哋孕妇爱先啦，孕妇这头拄仔讲，一定要先拍，因为这是我暂时孕妇，而且我孕妇我暂时要拍莫德纳。OK。所以这孕妇先了后，你即马佮揪出来第7类，甲佮第8类这来看安尼。OK。安尼，咱头拄仔有一个补充，我简单讲就是讲，佮有一个问题，当然会顺就是，咱是毋是 A 类混搭莫德纳安尼？这我是较无建议。无建议啊，指挥中心嘛讲袂使啦。因为是安怎袂使？我讲原因互恁听，因为这个莫德纳伊的副作用都要伫第1剂。OK。你 A 类嘛有第1剂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2个拢第1剂拢无好的，你甲经一个第1剂拍第1剂无好的，安尼当然，他拄仔张主任讲的，你讲这个拢发生在第1剂嘛。是。所以阮是不建议混打。OK。无民众一定会问的啊，伊即马像伊即马拍，伊就讲我即马我若拍 A 类了，我想要去选莫德纳。所以自由选择是真好，他拄仔周医师讲，但自由选择讲你若拍 A 类，咱就刷这摊的，唔通过去 A 类个刷去莫德纳，莫德纳个刷到 A 类，安尼规个都乱去安尼，你猜说？这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民众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想讲这群聚感染，当然拍疫苗好，唔过全体来考量，全体来考量。咱嘛看到讲，虽然台北市即阵是讲差不多4000外个人快速体检，阴性了后要互你注意放下，但是这其实是进前一步爱做，唔是讲你有确诊了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啦。继续来请教这个周理事长，其实新北市遮。因为这个果菜市场这个共款拢是真大嘛看到讲因第一时间伫咧新北市遮做快速体检站，但是台北市一直拖到差不多10几天了才有去专案来去做这个2.0的这个体检新北市、台北市来比较一下。这个案件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其实阮家人台北市、新北市其实。拢是一个共同生活圈，所以你看即寡员工内底，嘛有家人来的，是其中有20几个是阮新北市的确诊的个案，对啊，伊40几个其实北基头拢是一个共同生活圈啦。所以这个代志其实我是感觉真正爱甲检讨一下，因为这个案件阮看新闻差不多5月18号的时阵，就开始有2个员工。有确诊啦，是结果今仔已经6月21號啊，已經要過1個月啊，逼做遐濟人出來的時陣，才來開始咧處理，是，這真正是足害的啦，足無好的。所以即馬其實就是毋是干那台北市爾，阮新北市家人、桃園，其實嘛愛全部攏叮當起來，愛其實真正愛擴大這個匡列的對象，這個。强制快筛，即马开始一定爱做，是一定爱做。你若需要甲停业的时阵，嘛爱小看爱安怎应变的措施是嘛是爱做。无这因这个产量较大这是北台湾遮侪人在用因的这个农产品。是，其实这个代志一定爱好好甲处理好，无真正。又阁是一个足大的破口，有影千万唔通阁互这个台北市变做是咱讲摊这个中心，阁摊到其他县市去啊。所以这个代志甲进前迄金源店其实我是感觉一样重要。伊是关系到阮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迄足重要的。但是这是甲阮民生大家工爱食的迄蔬果有关系。这件代志嘛，爱就认真来处理好。是，尤其这牵涉到咱所有的这个民生咱的这个
民以食为天吼，食食若是出问题吼，真正非常的这个惨重吼。另外，咱嘛来讲着吼，台北市伫遮啦吼，虽然有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吼，即款这个案例，另外也有这个吼，亲像这个树林登记照户，过去吼，咱嘛讲着吼，登记照户伫咧初疫情、本土疫情打开始起来这个时阵，咱就讲爱注意吼。啊，即阵讲是吼《西游记》的人倒来到这个机构内底，啊嘛传出就讲有这个负责人吼暗砍消息吼，啊但是甲台北市卫生局这个讲法斗袂好势，先做来看。环保人员当地做清洁甲消毒。台北市树林区的长照机构出现群组感染，累计有48个确诊，甚至有3个人死亡。到我们刚刚最新的统计是已经累计有48名的阳性个案哈，那其中工作人员是16名，住民是32名哈，目前有3名是因为这个比较高龄或有慢性病的关系已经往生哈。而且标出这间长照机构涉嫌暗砍疫情，是家属举报大家才知影。当地里长是真生气，表示伊20暗时才互通知这个消息，讲伊安尼做实在是伤过超过，和规个里陷入风险当中。他的家属在里面为什么确诊这样？我说好，你赶快投诉，你赶快投诉，因为我们也下蛋，因为我整个里都保护得很好，为什么这一个破口不可以有破口？太过分了，都不跟我们提。从头到尾都不给里长知道，为什么都不给里长知道？台北市卫生局表示，6月初8，护理之家的一个老大人去西游记了后，防画着。卫生局10时实际去轰炸，安排机构的居民甲工作人员44个人去体检，累计拢总是48个人染病，其中有3个人死亡。甚至传出这个机构伫咧处理老大人发烧的情形，医师干那互因退烧药仔尔，无送病院。即卖卫生局要做调查，然后暗砍疫情就会甲因裁罚。这个是卫生局很早就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处理了1个礼拜了，对，我们一知道就是全部市政府来处理啊。之前他负责人他们有隐匿，这个我们就会依法裁罚。目前这间长照机构已经清空，做环境的清洁甲消毒，也若确诊者伫咧病院做治疗。考虑到住民大部分是适龄的聚会人，身体较懒，体检是阴性的住民已经安置，而且密集来监控，嘛要求工作人员都要居家隔离。也若这间长照机构的负责人嘛，当伫隔离当中，卫生局表示，后礼拜这个负责人解除隔离了后，会进一步来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吼，台北市伫遮吼登记照户一个出问题啦吼。虽然后礼拜这个负责人吼才解除隔离吼，但是遮已经有真侪问题来产生，3个人来死亡，40几个人确诊吼。等于说你安尼看，尤其吼登记照户遮咱一再强调爱守护掉啦吼，无真紧的变动静变死亡，你安尼看？登记照户这吼，因为迄拢是老人嘛，迄无头拄仔我讲过，迄拢是伫迄内底伊也无法度通出来。若爱出来的时阵，一定是人带伊出来嘛。啊，带伊出来，有诶去西游记，有诶是去看病啊。啊，转来的时阵，伊若无我头拄仔讲诶，若讲无足小心，个人的卫生无做了好的时阵，当然也会病毒带入去嘛。OK。因为病毒伫倒位啊，咱拢唔知影。啊，你去病院内底，当然更较迄个危险性更较悬，所以伊转去的时阵吼，你外衫啦，啊，伊个轮椅啦，然后拢无消毒过，就啊塞入去吼，啊，真正就丢掉啊嘛。尤其你伫安尼长期照护中心内底，有诶是6个人一间，好有诶人是4个人一间，啊，因食饭嘛拢斗阵嘛，所以这是危险性是足悬啊。咱看国外嘛，足侪拢是安尼开始诶嘛，吼传染嘛是安尼开始，所以吼，这经营爱足小心，尤其吼上好是吼，我嘛足奇怪，伊个若即款迄落照护中心应该是拢护理师诶资格才有法当去开即个迄落中心诶啊，啊为虾米因对这遐无注重？我是感觉这应该爱罚啦。爱发啦，无发无人会惊啦。OK， 所以登记照护这地方，咱希望啦吼，这个台北市还是讲其他这个县市，拢会当甲守护好势啦吼。另外就是咱过去一直咧讲到这个公平性这个问题吼，自咱讲到这个好心肝诊所迄当中逼出着吼，暗时也有人去排队啦吼，啊买手吼，这个台北市府吼用这张图甲咱讲，
迄当阵吼拨互因差不多115罐的即个咱讲预防射吼，即个好心肝买手嘛吼，真侪人吼讲啊，伊是志工，所以来去成住啦吼。啊，第一类甲第三类拢无照品照行吼。啊，即阵吼，即台北市嘛讲小核心病院吼，啊，即个诊所内底因为是做妇产科即个部分吼，所以因有真侪罐吼。啊，另外嘛有即个吼升起吼，即个台北市长郭文哲伊是讲啥？即个过去吼，因有透过立委来去。讲爱预防射啦吼，啊第一批来讲40罐，啊买手今仔日即个核心即个诊所嘛开记者会讲吼，有当时啊是即个市长吼讲爱来倒消化吼，即个咱讲疫苗即个部分吼。自即个正义好心肝开始，甲台北市府佮逼出即个核心诊所啦吼，咱先佮请教即个教授安怎看吼？即个其实注预防射，若是讲好好啊照品照行吼，亲像即个小核心因今仔嘛摕到讲，因遮拢是护理师，还是讲因的即个行政人员，甚至吼其他照护人员来去做，啊，甲即个核心肝到底有啥物无关？我是感觉安尼啦吼，这代志可能有一段时间吼，其实这个不管咱怎，这代志嘛拢有。包括调查这嘛，拢有咧记者会咧讲啊吼。是。我较关心的是讲吼，我是感觉，因为咱的基层的诊所吼，其实伫这个 COVID-19 来吼，其实大家嘛拢真辛苦啦。是。吼，啊，我是感觉这代志若有一个已经有惩处啊，已经有一寡定案吼。开始这个诊所，我是感觉讲这个代志吼，可能爱告一段落。OK。因为咱未来要靠诊所来拍这个疫苗是相当的做主力啦。哦，啊，这个基层的迄个诊所的人员吼。哦，唔通为着这种代志吼，有当时啊，这影响到士气。哦，这我是甲大家讲的，因为民众今仔日若无靠这基层的诊所，头拄啊周医师嘛讲，你即摆要拍一个疫苗吼，你就是讲你当然你会当伫迄个用一个什么帐篷安尼咧拍，但是问题是讲你到落尾要施打量侪时，诊所较重要的。是，诊所真重要。我是感觉讲大家爱反正啊，当然这代志拄啊出来的时阵，咱大家讲这。在转接期间，拢有一寡这大家会感觉讲啊，我乃无先拍着安尼。这代志，但是甲一个段落吼，大家澄清哦，大家有惩处安尼就好啊。啊，你即摆就诊所这，我是感觉讲爱慢慢恢复正常。因为你即摆这疫苗这拍的时阵哦，我是感觉讲对我们未来这疫苗施打力吼。真的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啦。诊所的部分啦吼，咱继续我请教周理事长吼，尤其这个诊所，伫遮吼，真正这个核心因讲吼，因是这个台北市吼妇产科上济吼，接生囡仔吼上济这个一个诊所啦吼。啊，即阵因都讲啊，这个郭市长遮本地是因有吼，虽然有去诊所有去讲啊，这个医护人员因为接生遮尔啊侪人，所以先互阮做到底会使无吼。另外，伊就先看到这个核心肝逼出来了，讲核心嘛是甲因套，啊尾手就讲吼，这个 line 这个对话啦吼，因嘛提出来讲，这个市长下令的吼，你安怎看呢？我是感觉，那照小核心因讲的讲法吼，因领出来拢是祝福医护人员。我是知影，因即个系统的诊所吼，其实真正是医护人员足多。因为因接生的病人吼，其实敢若有台北市1/3拢是伫伊规个诊所咧接生的。是。所以因真正有可能，即寡疫苗拢是注伫因的医护人员。但是即个好心肝，其实伊迄真侪拢注伫毋是医护人员的。是。哦，所以我是。两个差别伫遮，吼啊小核心其实我是感觉伊若照伊安尼讲是有道理啦。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经过这件代志，我是感觉嘛看到一个好的所在，好的点就是讲，其实阮柯市长可能嘛看到讲，哦，诊所他会遐厉害，一工会使做遐侪疫苗出去，是，所以可能发现讲，诊所是毋是爱即地爱摕出来？尽量甲运用，所以即届伫台北市做即个预防射的时阵，诊所发挥足大的功能，吼，因为伊预约吼有16680个，结果因注了16660个，是，注射率99.83%，迄比例足悬的，是，哦，所以我是感觉。政府即摆其实真侪迄个是县市政府吼，拢足侪迄种大型的咧注射站吼。我是感觉这算
有点像作秀啦。你敢若放烟火哦，变伫咧大家哦，足侪人来做，足侪人来做。但是你袂使，唔是讲大家拢放烟火。你还要细水长流。是。你慢慢啊做，慢慢啊做。其实一间诊所，你若讲一工住50个就好。像阮新北市有670间的诊所会使来做。是。啊，你一工就会使做3万几支出去啊。吼，这是一工安尼做的，唔是放烟火你吼，大工吼，这无法度挡足久的啦。所以诊所这地其实是一个细水长流上好的所在。吼，所以对百姓来讲嘛是足方便的，你行路就到啊，免吼爱坐车啦，要到足远的所在去到那个大型的注射站去打。所以诊所这地其实对这件代志，我是感觉有看到一个好的吼所在。是，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核心吼，因过去吼，就是这个接生吼，生囡仔的人拢会当去到遐遐啦吼，所以因吼负担了真济种吼，这个咱讲这个功能伫咧啦吼，啊，因嘛惊讲哦，互当作是一款这个斗争的这个工具吼，互安尼利用吼，但是因其实负担着真济，咱看到讲伫咧吼注预防射这地啦吼，会当安怎去做一寡这个把关的这个部分吼，那么是互一寡这个县市会当继续来去思考讲，到底我安怎来去帮忙，安怎做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在来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